我唔單止淨係講理論，我係會透過實戰證明呢個系統係 work 嘅。無論係我公司、企業客戶、導師抑或學生，都能夠透過我呢個系統取得成績。Hello， 我係 Alex。到目前為止，我嘅系統已經超過10萬名客戶嘅查詢名單，20幾班學員透過我嘅廣告系統自帶流量，解決咗請人冇客同埋冇方向嘅問題。我亦都幫助唔同領域嘅保險導師成功孵化咗佢哋嘅個人 IP， 協助佢哋成功舉辦咗過百場嘅實體分享會。所以無論係導師或者學生，透過我系統都能夠做出成績。好，大家好，我係 Kelvin。依家做招募同做生意，除咗係傳統方法之外，都要識得開發網上嘅市場，尤其係 MCV 嘅客戶。早排咧有上 Alex Sir 嘅社交媒體課程，重新咧認識咗自己嘅個人 IP 定位，加埋咧精準嘅廣告推廣效果。用咗 Alex Sir 嘅系統，我自己嘅同事咧要能夠複製去做，咁對於我自己咧同埋團隊嚟講咧都係好大嘅得益，所以我推薦大家上 Alex Sir 嘅廣告班。Hello， 我係 Alan 啊，喺年多前啦，我就上咗 Alex Sir 嘅媒體廣告班，對塑造個人 IP 咧有唔少啟發喎。咁廣告班咧就幫我增員有好大幫助，所以我都特登邀請咗 Alex Sir 去我公司教我公司嘅經理。如果你唔想行咁多冤枉路，我 highly recommend 你上Alex Sir 呢一個流量解密 AI 廣告班。大家好，我係 Sean。早前我上咗 Alex Sir 一個關於自媒體嘅課程，呢個課程教識我點樣去經營個人嘅 IP， 我仲將呢一個方法擺咗落去經營我個團隊去做招募，效果非常之好。依家咧我嘅短視頻製作咧都係由 Alex Sir 嘅團隊負責製作嘅，呢個對於我哋發展內地嘅市場係非常之有幫助，所以我極力推介大家報讀 Alex Sir 嘅流量解密 AI 廣告班。Hello， 我係何生。之前咧上過Alex Sir 嘅社交媒體課程啦，我覺得喺招聘上面咧係有好大幫助嘅。咁透過咧佢喺廣告上面嘅協助啦，咁我咧喺個課程裏邊都招聘咗25人。咁所以咧呢個課程對於我喺個人 IP 上面咧有好大嘅啟發。所以我都好推薦大家啦參加 Alex Sir 嘅流量解密 AI 廣告班。證明呢個系統係可以複製、可以量化成果嘅。我用咗18年時間去拆解媒體廣告背後嘅邏輯，結合 AI 技術打造一套流量解密系統，幫你建立個人 IP， 做到自動化引流同廣告轉化。仲未掌握到利用 social media 揾客嘅竅門？咁流量解密 AI 廣告班就係你最佳嘅起點，100% 全乾貨實戰嘅課程，新手都可以即學即用。立即報名嚟緊嘅分享會，加入我哋嘅成功行列啦！